志玲闪电结婚，捌较早风声讲捌含伊行过这个郭台铭、郭台铭，伊讲啊，若无林志玲，就无伊甲这个曾心莹这段婚姻。这个林志玲呢是真正的介绍人，伊真欢喜讲这个林志玲、林志玲找到好的归乡。郭台铭嘛讲，当选总统了后，台湾的儿童福利政策一定会比日本较好，欢迎林志玲回来台湾生囡仔。对着音乐的节奏来跳舞，马导林志玲甲国民党总统初选女参选人郭台铭，2007年伫红海买艺来跳探舞。即马林志玲闪电结婚，郭台铭嘛大方给祝福。没有他的这个帮我们这个介绍啊，我是不会有这一段的婚姻。所以他是我的，应该算我的一个介绍人。他生小孩的时候，大概我已经当选了，请志玲小姐姐。妹妹回到台湾来生，啊，台湾的福利政策一定会比日本好。5日来到松山做会堂参拜，郭台铭一献信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。另外，议政议长王金平无要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了后，传出高雄市长韩国瑜阵营甲郭台铭的阵营拢在争取。没有这个跟任何人合作的打算，合作对象就是中国国民党。个人的方面，当然我都欢迎大家一起来。这个会面，王院长是国民党重要的资产，不管这个国民党的胜选，2020年谁要胜选，不能缺少王院长这个资产。无要参加党内初选，颠倒成做国民党内国阵营未来极力争取的对象。